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高慧君、邱风泽完美演绎全新版本《你最珍贵》。选择在你爱里沉醉，我不求的我愿意这条情路相生相随。这首要手牵手。你最珍贵。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我总是要确认人家心里面在想什么，才不会给他带来压力嘛。而且黄曼丽当初做这个决定，我想她应该是有想过，觉得我们不适合吧。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刚刚连赵这都说联络不到黄曼丽耶，黄曼丽根本连女兵都不想联络啊。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席上新的现场画面。2020年总统大选，明仔载伫要投票，总统蔡英文落街扫票车队，下早继续登来到新北市为土城出发，要规个新北市行透透，嘛要来顾到规台湾上界大的票仓，现场上新的情形，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今日是选前最后一天冲刺的时间啦，看到这么多人伫遮，甲我甲市民来加油、来打气，我要甲大家说谢谢多谢，咱来继续拼甲赢，安尼好唔好？今日是咱全国大车扫的最后一天，今天的车扫主要就是咱土城、邦桥、三林埔甲台北，所以啥物是土城？因为土城足重要的啊。咱希望讲咱的市民可以顺利当选，互大家安尼支持，伊会使高票顺利当选。蔡英文嘛是会使连任的，大家讲好唔好？居民大家拢足熟悉的啦，伊在地的经营是没有可人可以比的。伊照顾大家，服务大家，上认真、上实在。所以这个款好的，咱的立委，咱应该搁甲送转去国会、立法院，继续甲咱服务、照顾大家。对蔡英文来讲，市民最重要的。蔡英文继续执政，需要吴其民在咱的立法院，甲我做伙，甲我支持，做我的后盾。大家讲好啊吗？今日是冲刺的一天。昨我咧家人咧演讲的时阵，我有讲，咱这个上尾的阶段，咱有4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项代志就是不要怀疑自己，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选择也是正确的。第二个，我们不要低估对手，他们一定会集结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够低估我们的对手。第三，我们不能仇恨对方，因为我们大家都还是朋友，还是一家人。所以韩国瑜的支持者跟蔡英文的支持者很多都是家人，我们不要仇恨，我们用爱跟团结来选举，大家讲好唔好？第4项代志就是不要分散力量，我们要集中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安尼好不好？我们还有3个一定，就是讲我们户籍不在地的，大哥不好意思，我们一定回家，安尼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到最后，我们要倾全力来优票，我们一定要拉票，安尼好吗？第三项代志拢爱记，这是上重要一项代志，一定要去投票，安尼好不好？我知影讲上尾的阶段，咱有足侪咱的支持者，咱的好朋友，有一些焦虑，有一些紧张了哈，是不是？有焦虑，有紧张，不要紧，有焦虑我们就出门去拉票，安尼好吗？那有紧张嘛不要紧，今晚的选前之夜，大家都站出来，安尼好吗？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一定会赢，我们一定会有未来的4年，替国家来做事，替人民来服务。拜托大家，这个选举最后的阶段，我们一起继续冲刺。多谢大家，多谢，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特别讲到4个唔通，也阁有3个一定。另外，继续这方面要来关心，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进前讲伊是国民党、民进党上界大的攻击手，不离个国民党的韩国瑜，昨暗日咧开达格兰大道造势暗会，左港人照赵少康伊讲到，投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袂输就是敢若投蔡总统同款，互宋楚瑜听了到地真无欢喜。下则伫咧新北市中和车队落街拜票进前接受访问，骂国民党伫咧操作气泡效应，嘛甲国民党这老兵厝内人话声，情绪小可较激动。做回来听拄则访问。跟诸位讲讲看，他的经验比得上宋楚瑜吗？要气什么保什么？当然要气那个没有经验的，也没有能力的，让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人为大家好好做一点事情嘛。大家想想看，到今天为止，我只有看过昨天他讲了一句话，对民进党像匈奴一样，我昨天讲的话像匈奴一样捞了就跑。但是国民党的那些高层跑到大陆，你去看看大陆的中央电视台，每天找的这些不成才的这些国民党的这些人，我摇头啊，在那个地方讲的是什么话？骂台湾，骂的比匈奴还要凶啊！但是跟诸位想想看，但是看着老共比奴才还要奴啊！真是丢我们台湾人的脸啊！各位，但是韩国瑜讲民进党像匈奴一样的匈奴，我讲了，他难得还讲了一个对的话。我今天又看到他登的广告，也讲了一句对的话。韩国瑜说，中南部最支持民进党，日子却过得最苦，没有错。民进党对不起中南部的这些探假郎，因为中南部的这些乡亲日子确实过得最苦。但是韩国瑜先生我要问你那些黄复兴的老兵过的日子比你们国民党这些高层还要苦你去看看国民党的高层一个都是肥猪猪的，住在哪里你去看看他们黄复兴的乡亲只有我们亲民党的党团帮你们在争你们被这些人在骗我很同情韩国瑜他就是被国民党这些派系的高层当作傀儡在里面耍嘛。他原来会要去选总统吗？不就是国民党在那内斗把他拱出来的？他有这个能力吗？今天国民党的黄复兴的各位老朋友们我到了中永和，我感触最多我老爸在民国38年把20多万这些老兵从大陆上带到台湾来我父亲亲自在那边指挥从越南回来的这些老兵包括这里面有李建南的爸爸有这些人我父亲在那边指挥
我姐姐就在川端桥下，就是现在的永和的淡水河。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陪老世芳来拜票。他是使命必达啊，同时他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候选人，同时也是非常值得信任的朋友。所以今天，世芳在这个艰困的选区，啊，那我非常感谢左南地区所有过去爱护我的好朋友秀辉联鹏。支持刘世芳，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也相信世芳在这一次的选战，我也对他非常有信心。我希望我们左南地区的所有的好朋友站出来，支持认真、专业、正派、值得信任的刘世芳。请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都站出来投票。那我会觉得说，台湾的民主运动啊，历经了半个世纪，我真的是看得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相信，正派、认真、努力、专业的人，一定会得到肯定。虽然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黑暗，过程之中有很多的抹黑，但是我会觉得我们跟世芳经得起任何的检验，那真金不怕火炼。那我也相信市民朋友到最后的关键，支持刘世芳，蔡英文一票，刘世芳一票，这是我特别赶来这里。谢谢我们左南地区所有的好朋友，请大家继续支持老世芳，蔡英文一票，老世芳一票。好，谢谢。好，谢谢。局长，昨天那个韩市长啊，在凯道说，那个南部人最挺民进党，啊，民进党让南部人最苦。最什么？最苦啊！就是南部人最挺民进党，然后民进党让那个南部人最苦。我想，国民党在台湾执政那么长久，那南部人所有污染的产业是在国民党的阶段，所有污染的产业全部在高雄南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历经要让这个产业，它的提升，产业转型，谁让南部的乡亲付出那么多污染环境，然后，缴税在台北，污染在高雄，台北几乎是地下，全部是地下的捷运。然后在高雄地下全部都是石化所有的管线，那谁让南部这样？那我是认为韩市长所属的中国国民党是最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我们跟南部的乡亲一起奋斗，那我相信，南部的乡亲为什么最能够支持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努力，他知道我们是努力要让南方翻转，是要让南部得到南北平衡跟公道。好，谢谢。杨秋兴今天表态挺小英，请大家票杨秋兴，能够支持蔡英文总统的力量，那杨秋兴也是我们过去的兄弟跟好朋友，不过人各有志，那我们尊重他最后他的选择，但是他在台湾最重要的阶段能够选择支持蔡英文，我们还是很感谢，谢谢哦。好，谢谢。好，我们准备要上车哈。其他社会消息，先带大家关心，检察抓到一个168五路城六合彩签缴网站的负责人，话讲因利用无共的权限来管理，就缴卡来博缴，甲网站设伫咧外国，要来闪检察调查。有的人是利用赖和人面册，就一寡缴卡来加入会员，提供号头，也有号码，伫咧网络就会当落度。检察接到情报了后，来到分认掠人。警方装备齐全，准备好直接破门，叫内底人拢总莫叮当。
内底有真侪台电脑，佮有手机啊。主嫌透过赖甲面册来伫招即个狡徒加入会员，佮再提供笑号号码，互因伫咧网络顶来伫签博缴的金额悬到2亿。另外，即个签赌的网络有一个真响亮的名号，叫做老佛爷。这个签赌的网络管理是真俗，管理的人分做大股东、总代理甲代理，透过无同的权限管理甲吸引博缴的人，佮将网络设伫咧国外，就是要来闪骗这个追查。警方动员130名警察伫咧全台湾7个县市公布来查21个点，查到嫌犯31个人，签博的记录超过新台票41亿。查获的包含总代理以及代理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小主头跟大主头左要逃。那他提供的所有的这些赌客都是由台湾的人在赌博。警方搁伫咧机房的拖内底找到关观察做善事的收据，嘛真感叹讲，这个嫌犯一边咧做博缴代，一边搁咧做善事，安尼敢真正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家人一个姓林的查甫，因为欠人30万的债务，互债主老人甲伊掠去，叫因老母都要提钱来才要放人。老母接到电话，赶紧报案，警察假先要来付钱，结果歹徒知影代志经逼空，塞车要来弄警察车，警察敲窗仔门，弄派来掠人，10分钟内救到这个被害者。红色的轿车头前的玻璃拢总碎去，四面的车窗嘛全部互人敲破。嫌犯就是驶着这只车来伫弄警察车，最后嘛是互人掠起来。互人弄的警察车正边的头前规地拢总猫落去。代志就发生伫咧8号，家人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因为欠债主30万，对方找人驶车来伫掠人，搁敲互被害人的妈妈约好一手交钱，一手要来交人。好佳在这个查甫人的妈妈电话一个讲完，就随来报警察。警方研判这毋是诈骗，随就代替伊来赴约，短短10分钟内就已经救着人啊。经这个歹徒再跟这个妇人联络警方从旁了解，确实改为该车辆为取款车辆随即以身房车来进行包夹。围捕的过程当中，嫌犯心虚，竟然驶车来弄警察车，一直到警察将枪压出来，敲破伊的车窗，将伊救出来。随后警方嘛联络到债主，2个人审问了后，按照妨害自由来上班。俩人想要讨笑，用非法的手段索讨入去警察局。记者综合报道。初3伫咧新竹市南雅公园，一个国中查某学生要去学校路的，经过公园的时，遭互3只流浪狗虐，其中一只乌狗夹到伊的脚裆。学校赶紧通报新竹市防疫所，委托民间动保团体，把这只咬人的乌狗抓起来，送去收容所来照顾。嘛希望这款的代志唔通再发生。查某囡仔互乌狗夹着伤，这个空喙真明显，互家长看了足唔甘的。高中生的迄妹妹行过去，互狗夹到规骹拢是啊。迄我都唔知，我手大概保拢来遮行。狗是拢我袂少食咧，少少4、5只。没有遇到过他有攻击人或什么之类。代志就发生伫咧3号，新竹市南雅公园，一个国中的查某学生伫咧上课的路边，经过公园的时阵，互3只流浪狗来猎，其中一只乌狗对伊冲过来，将伊的脚来夹着伤。学校卫生组长知影了后，随着来通报新竹市防疫所，不过防疫所抓袂到这只乌狗，所以委托民间的动保团体，将这只会咬人的乌狗抓起来，协助送去收容所照顾。黄色的、跟黑色的、跟棕色的3只追它，然后黑色的咬它。其实那些狗很久以前就在那边，公园还没改建前也就在那边。动保团体表示，其实南雅公园已经是这流浪狗的厝，不过已经发生这种咬人的代志，为着保护囡仔甲学生上下课的安全，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职工将4面拢包围，顺利来将这狗仔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扫来去高雄，看到高雄铁路地下化了，一寡天桥地下道拢一个一个拆掉。即马含小透南北二路交通的中华地下道嘛要拆掉。新竹2月7日就要来封起来，3月中开始要囤好平，按算7月中工程就会当全部做好势。因为地下道囤平了后，车走的路线小可无共款，附近厝价加减嘛有影响到。地下道是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但最近可以看到高雄市府悄悄地挂上红布条，上面写着从2月1号开始将封闭进行填平工程。所有的工程，包括附近的人行道、排水遮，预算伫咧7月中旬拢会全部来完工。因为铁路地下化之后，所以我们要把地下道填平，开除旧有的横向的桥梁，所以
把道路填平恢复成平面的道路。回想这10几年来，中华地下道定定传出风台淹水，甚至是亲像安尼意外。砰的一声，大卡车直接弄到这个门架，现场是乱糟糟。真侪用路的人看到规个拢硬去，赶紧停落来。这个屯平工程做完了后，交通就会来改善。除了交通以外，附近的厝价嘛会对得起。过去商梦中街那里都是商业区。如果那边的商业区能够有效被整合开发，可能是可以带动未来那边很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我这个中华地下道的新建案，目前的介绍，较低楼站每一平大约是23到25万，较悬的楼站是26到27万。这个工程一旦做完了后，唔有起的空间，阁会当顺续从边仔旧社区来带叮当。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上热的话题就是明仔载总统、立法院选举投票。即马听到大部分的人拢讲要返去故乡投票，百姓来做头家。不过，旅行社业者却是目屎吞巴来，心事啥人知？因为因讲投票日伤过晚新正年，一寡民众已经买飞行机票或者是车票，准备要返去投票，刷落来就无想要搁再开大笔钱出国。扣掉大选这段时间，其他的时间飞行机票，旅游业者落差不多1、2成。来到机场的入境大厅，可以发现到说呢，不少人都在等候接机。而根据桃园机场公司的最新资料显示，可以发现到说呢，光是在投票日的前一天，这个入境人次呢就有6.4万人次，而出国的旅客呢则是有4.5万人，光是呢出入境就相差了将近2万人次。入境的人数超过出国的人数，机场气氛足热烈咧。看到亲戚朋友出现，就赶紧会手小招问。真侪人看咧回国，就是为着要伫个11号拜六等来投票。在国外的，包括日本的，都有回来。国民应尽的义务吧，选完才会出国。选情热扑扑，想要投票的民众真多，不过投票日正话过年，加上机票的钱、车钱已经开落啊，等去投票影响到民众出国旅游的计划，嘛正做旅行社的选机小话，不管是去现场问的，还是看网络的人数，拢减真多。比无选机的时阵，整体机票还有旅游的产品业绩拢减超近2成。这1、2个礼拜特别明显，因为可能这礼拜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1、2周的感觉会比较深一点。像讲这礼拜出团的旅客，较特别的是家庭旅游的较少，有人就滚酸笑讲是想要甲政治立场无同的父母送出国，可能会趁这个时候安排，就是让爸妈出国，还是要做一些手段。不过，就惊选举影响到旅游的市场，真侪旅行社为后礼拜开始，拢要杀短期的优待来吸人客，像讲去泰国5天，第2个人省6000块；韩国4天上少11888。为过年前开始出团，预估到春节连假业绩会比去年加超3成，要全力来拼买起。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选举投票了后，就准备要过新正年。今年新正年过年假期为围炉暝前1天开始休。行政院临时行政总处讲，为着卖互民众拢是客客做一伙，伫咧围炉暝才要返去故乡，才会特别提早1天来休困，或车慢慢大家拢踏伫车路。后日拢会安尼安排，为围炉暝前1天开始休。像讲明年新正年休7天，若是后年新正年休9天，落后年头尾拢总会当休困10天。不过加休的这个加休的假，都要另外搁找时间来补。农历年已经来到倒拍算的时段了，民众是足期待，可袂得紧来过年，安尼通大食大啉，搁好好啊，甲充电一下。不过你敢有发现到讲，今年农历年放假的时间，搭永年无啥共，围炉暝明明是伫个正月24，不过那伫个23就开始放假咧。假如我们可以从小年夜开始放，等于有48小时。那这个流量在稀释效果上，会让所有的返乡的民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休假的要点相关的规定，我们已经修改了。原来这是为着要互民众卖拢钱伫个围炉迄天才转去，特别提早1天来放假，希望会当人踅一寡车辆。不过提早1天放假，当然嘛是爱补，原则上是伫个放假前1礼拜的拜六来补假。不过今年拄到这个学测，还佫有术科考试，所以才会选伫个2月15这天来补假。不过会当确定的是，伫个未来的过年放假的天数上无拢有7天，亲像明年同款是7天，若后年就有9天，若2023年过年的时阵会当放到10天。多一天比较好，有赚到。像我在南部，我可以
在南部待久一点。民众笑嗨嗨，感觉讲若是连续放假会当休较长，安尼就是冒掉啊。只是讲安尼敢有法度来疏解交通问题咧？这也是爱等到过年的时才会知。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特别继续来关心，行政院决定为今年新正年连假起，拢会提早为围路暝前一天开始休困，希望会当分散车流。因为今年新正年进前2个拜六，一个是选举，一个是大学学测。行政院甲补班的日子定伫咧新历2月15拜六这一天。也毋过高中以下这学生囡仔免上课，提醒厝内有学生囡仔的时段，都要提早安排。另外，这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前总统马英九和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2个人喊伫讲台，做伙加入车队来落街扫票，替国民党立法委员费鸿泰来做这个选举进程的辅选。详细情形，连续记者周景如来采来了解。景如。前总统马英九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上午难得同台现身，要为国民党的立委费鸿泰站台。2个人在车队扫街前还特地先握手致意，抛开过去的心结，营造团结。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前一阵子院长还特别到办公室来看我，所以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有联络。而且今天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费鸿泰要我们帮他一起扫街啊，当然是责无旁贷，一定完全配合。不能认同民进党的这些委员呢，都能够继续连任，还有相关的候选人都能够当选。全国性的立委只要需要我都应邀的前去帮忙啊。那会喊韩国瑜董事长？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讲过多次了，帮助立法委员就是相对的这个帮助国民党的嘛。这些力量都会贯穿到别种的这个这个竞选上，毫无问题怎么看昨天那个凯道有100万人造势这样子的气势？昨天的声势确实是非常浩大，而且并没有任何人去动员一号召都出来了，这代表的情势呢正在快速的转变当中。今天是有说那个高雄常会有一个很有人缘的夫人排出来，大家有人在猜是不是梅清姐？那倒没有，我也没有接到邀请。是梅清姐不会出来？就根本这恐怕是无中生有的吧？要请内政部去查一下。会希望找王院长一起来帮总统候选人们一起来加油打气吗？没有，他现在要做这个外祖母很忙。喊口号的时候，王前院长似乎都没有开口喊动算。那外界也问他会不会接下来也要支持韩国瑜，他的态度依旧是相当保守，只说会力挺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另外，大家有外传，在今天韩国瑜的选前之夜会出现一个很有人缘的夫人牌，会不会是马前总统的夫人周美青？对此，马前总统也回应说，并没有收到邀请，认为这个消息无中生有。以上面情况。另外，这方面要来看到台湾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德投票前一天，过来到新北市三零堡替党提名立法院候选人李文蔚来辅选，接受媒体访问，做伙来听详细的内容。有了，我想讲呢，这个台湾民众党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嘛那他有他自己的路线跟坚持。那外面要来帮忙，我们都认为是 extra， 就是额外附加的了那当然能够帮忙是最好。那如果说有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去强求。所以常常是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台湾民众党，那坚持自己的路线，那我们就按部就班慢慢的去传递我们的价值跟信念。那人家方便来就来，不方便那就算了。常常是这样的常常老板都没什么意见那幕僚后来发现政治常常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就是说，坐轿的都没意见的，那扛轿的有时候他们自己的利益纠葛在里面就反而关心折断了，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这个我的态度啦其实政治就是平常心随缘。我还是很喜欢谈那个偏袒那一致化一致点，你知道千算万算，千算万算不如天一化。所以平常心，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就好。过程当中有些纷纷扰扰那就算了。那如果没有来的话，会对你告别的上面会有影响吗？
没有啦，我跟你讲哦，哦，我刚好是这样的哦，常常是这样讲。我说应该，我猜啦哦，郭老板也要检讨一下，有时候你有这种幕僚啊，还需要逼人嘛？没有啦，我跟你讲，有时候幕僚不可以。你看我们这边的幕僚哦，都比较，其实是个性来的。这老板的个性是这样，幕僚个性这样。我就觉得他说与人为善，心存善念，尽力而为。所以怎么回事？通常幕僚是要帮老板哦，比方说老板有讲错话，至少帮老板哦，这个怎么讲？打算就说一下哦。怎么是幕僚自己跳出来在这里嚯？那到底谁是老板的？真的是，不要之后那些幕僚都被开除了，对不对？没有啦，我觉得是这样的哦。这个有时候常常我发现政治上真的常常是这样，这坐轿的没意见，扛轿的意见一大堆，对不对？而且我发现那些扛轿的比坐轿还紧张，还焦虑。你又来了啊！来。党内现在对郭董双边押宝的行为是非常不认同，因为连赖局长都说他不认同这样。这个就是他民众党的特色，你知道，每个人都很有意见，你知道吗？不，赖局长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其实你想想看哦，他是在火大联盟，当年是走公运出身的，他能够在台北市政府哦做到什么叫全台唯一劳动局长，人家说他做得很好。我后来想一想，是我是在宽宏大量，你知道，是我都可以容忍。他很多意见我也不赞成，但是我还是让他做。我常常认为是这样，他作为劳动局长，他就是工会的代表嘛，他就要争取劳动权益嘛。所以每个人做好他的角色，就是政府合起来就是政府最大的效能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哦。像戴局长，我没有想到说他昨天在馆长的节目，一下就讲出来，那个其实那个就是他的想法。如果他的想法就表示说旁边还有很多人这样想法嘛，这个就是我有时候这样的，这个就是主帅，你知道哦，原则上尽量与人为善的。好了，下一题。昨天凯道上的那些人潮对民进党会不会这么回事？哦，昨天凯道人很多，因为造成我们交通的压力，所以这样的哦。不，我们不要讲这个影响选举的话，所以。昨天真的人很多了，非常。会激起民进党的危机感吗？这个还是会的，我看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哦，其实有一天，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政治越来越平顺越好，不要太激情了。这个，所以老实讲哦，其实我也知道这场选举最后还是负面选举的，就是讨厌民进党跟讨厌国民党的对决嘛，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能诉求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台湾人民的这种理性，你知道哈，投给台湾民众党，至少在有一个比较理性务实的政党。民众党也是选举告急，但是其实还分析去帮高嘉拉票，也帮他收位这样。那不是说不要说帮他什么。也还好啦，我觉得高嘉瑜还是一个认真的人。我觉得是这样的哦，在社会上你知道吗？努力认真的人，我们要给他机会，特别是这样的哦。有时候我昨天在馆长的节目讲说，当时我们为什么会选张其禄当做我们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男性的排名第一？当然这样的哦，我在这社会上当到这个那种学校学院的院长也很多人呢。但是这样哦，你想想哦，他爸爸是一个老欧啊，你知道哦。他就是那种很贫苦家庭出身的，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所以是这样的。如果虽然最后那个成绩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对那种一开始比较弱势出来的人，我们还是要给他奖励。其实高嘉瑜我也知道他在民进党里面还是孤鸟啊，他也不是有派系。他如果有派系，在上一次2016的地委，他就你看当时还是民进党硬是把他抽掉，给黄珊珊选。他这一次其实差点被抽掉，我也知道了。所以我是这样的他做的不错 ，OK。第二点，他是一个比较没有资源、比较没有派系这算国教一样一个年轻人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给我的人生态度的我们还是给一些比较弱势的人一个鼓励而且我对年轻人都要鼓励给他帮忙这样。所以他讲我什么我都不会去，我觉得还好了。没有啦，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不要，我还是支持他。那是你主动开的。有差吗？
没有啦，我就叫幕僚，我说那很简单的，手机拿出来录一段给他就好，寄给他就好。尽量的，尽量的。那你看那个国民凯乐那一家，因为他们昨天一直在号召知识来经济来回流，你觉得有办法吗？唉，我来讲哦，反正大家再忍耐一下。在明天晚上4点投票结束了，8点出来，我希望台湾就可以恢复正常。不过重要，这个我们李敏瑞还是要当选啊，这个哦，这个重要啊。现在我2020换成蓝色全面执政的话，就是另外一项。全面执政。完全执政的话，2020。这个大概不会发生吧？领导记得选外。被利用，然后还有做到那个生命危险，然后现在说是赖政府。我跟你讲哦，王立强案哦，我跟你保证哦，时间这么短的哦，也来不及有什么真相了哦。通常是这样的哦，选前没有真相，选后大家都没有兴趣再追的。最典型的例子，要讲到我的例子，葛特曼的嘛，那个选前乱打一通，选后全部都跑掉，也没有人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也不追究了。那就是典型的哦，就是也不叫抹黑战了，这叫乌贼战术。选前哦，都没有真相，选后哦，大家也没有力气再追求真相。葛特曼就典型的例子啊，是不是？选后也不去追究。哎，好了，今天来就可能动算，当然来支持啊，不以为这有可能当选的，当然是要全力支持的。对了，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哦，年轻的哦，女性，而且老实讲，我发现我们区域立委里面哦，他是一起做灾的那个。说老实讲，我觉得我还蛮惊讶的。一般年轻人我看到都还是比较浮躁，你知道吗？他是讲话很稳的。这可能他在这个政坛间历练哦，当助理也当了8、9年以来有差，所以台风很稳，你知道？你那个一记者突然乱问那个什么题目的，像我是被鲨鱼咬习惯的时候还会闪的，这个奇怪他都不用闪，就是蛮厉害的。所以这个大将之风，你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年轻人的。就是对手说李敏慧这边就是发黑函，然后前几天就是晚上的时候，还有就是孙子出来下跪说不要再抹黑我阿嬷了，你们有什么看法？他的对手叫国民党那个，不党那个。我刚才想了，以前那个卢秀一跪下去，你知道，大家很感动，你知道吗？可是你叫小孩子跪下去，我刚刚这觉得哭得很蠢，这种吧，我如果是当事人看了一定很尴尬，我就觉得哭得很蠢的嘛。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哦，这跪还是要，就好像卢秀一他是癌症末期，哇，就是大家我都一个我都算了，拜托你找苏金兄，我们外人看过哇，好感动。而且两个小囡仔规个啊，你现在比起来吧，你想我讲这个有时候就是演过头了，是不是？我的批评是啊，这个有时候不是跪一定有效的，有时候演过头了。好了，只有我们这个是正面的，晚上会跟郭董电话连线吗？我不晓得，你要说问蔡壁如。其他消息要来关心澳洲树林大火烧未停，超过1700栋厝户火烧了了。消防队员就发觉讲，伫咧山内有几多栋徛家，煞无代志，无互火烧着。原来这个在地原住民古早的智慧，就是伫咧寒天进前，先甲树林用火烧过，安尼等到热天烤完这段时间，就较袂发生树林大火，未烧甲歹收煞。会当讲是用火来供火。今日去互野火烧过澳洲小镇。大乌的建筑、冷气的树啊，四界拢会当看到，但嘛是有一寡厝无受到火灾影响。秘诀就伫咧当地原住民的古早智慧，透过文化烧也是冷烧的方式做这个防火灾准备。What we're doing here, cool burning, very low flame height, and trying to change the vegetation structure so that we have less fire-loving plants. 这查甫人毋是挑伊过来咧放火，伊当咧做文化烧，会当来救树啊，甲这个徛家袂互大火来影响。原理就是指每一年寒天，下早来放火烧这个树林，因为当时天气会较寒，火势就会豆豆火气袂来失去控制。若是树啊来烧过一摆，等到热天到的时阵，就袂因为拄着大火烧甲无法度控制，已经成做是天然的防火壁。That's very homing, knowing that this cultural knowledge isn't going to be forgotten. It's sort of a calming feeling. We know that shouldn't be happening, and we know that we can prevent it.
if we look after the land. 澳洲原住民成立专门咧推广文化小的点火帮组织，要将传统的知识传落去。议会公会希望失去控制野火会当赶紧停息。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武汉发生唔知什么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就判断讲，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改变一改。还有3天，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三藏。什么？听说三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个退，这个退就向后壁行意思，像咱讲倒退，退后啊，若颠倒变的词就是进。另外这个退嘛有离开的意思，像咱讲退出，颠倒变的词就是入。另外还有减去、无去的意思，像咱讲退休、退货、退红，嘛有取消、改制的意思，像退租、退货。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退色，这个意思就是色水为青笑，慢慢变浅。第二个词抽退，就是抽身退走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阿兵哥爱训练伫咧海沙坡、上滩，还有落滩抽退，兵仔衫真紧就会褪色，一日啊就会补新衫给因。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退，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短短无到20年的时间，3款可能为人的新型冠状病毒出现3解。咱看到2002年发生 SARS 疫情，2012年也有 MERS， 另外去年底武汉有唔知什么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判断讲，这款的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改变一解。医生嘛认为讲，病毒演变的速度伤过紧，甲中国精神啊市场卖坏的精神啊有关系，因为精神啊含人接接了后，想要来防疫，就要尽量莫去吸到动物，病院部分嘛要预防感染。他们的隔离政策有问题啊！SARS 捌伫咧台湾大流行，疫情快速传开，造成73个人死亡。有 MERS，2015年扫过南韩，连带重伤当地观光。即马武汉阁出现唔知影原因的病毒性的肺炎，短短无到20年，出现3种会传染人的新型冠状病毒。医生认为可能甲中国大陆外迁的市场有关系。只要人跟动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呢，那新的病毒就有可能从动物跨物种到人身上来。动物还没卖掉一下，就一直住在菜市场里面，可能会甚至住好几个礼拜。那这些动物就会变成一个感染的来源。病毒演化的速度恐惊已经加速啊！医生表示，会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总共有6种，其中的4种敢若会造成亲像是小可感冒的症状，但 SARS 甲 MERS 却是会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的疾病，亲像是2002年逼出来 SARS 病毒是按夜婆甲果子肉传染予人的，死亡率将近1成。另外，对中东来的 MERS 传染的源头是对鹿岛来的，死亡率更较悬，将近3成。世界卫生组织研判。冠状的病毒引起的疫情有周期性，要安怎有效来防止伊传开，已经是一个重点。冠状病毒我们就知道说，人跟动物的界面还有院内感染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个人不要去接触动物，尽量减少接触。第二个呢，一旦病人出来跑到医院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做非常高规格的
感染控制措施。医生嘛坦白讲，面对新型的冠状病毒，目前无确定的治疗方式，敢若会当采用支持的疗法，疏解病人的无爽快。若治疗的药物甲疫苗的研发推估，可能搁要几多年的时间才会当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看到家人聚会，消费满1000块，就会当用500块的计数加买一尾白抢，或者是一包乌鱼子。还有3天，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三藏。什么？听说三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新加年爱川围罗菜，当年白手也个乌鱼子介绍拢会行悬，一寡人想要买，煞买袂落手。为了要来互民众会当较省钱，家人喜会特别推出优待介绍。今麦来到家人喜会，消费满1000块，就会当用500块的介绍加买一尾白抢，或者是一包乌鱼子。另外，家人喜会嘛送3款年节的礼盒，互民众无论是送礼或者是家己食，拢会真满意。开大火来炒，佮加大头葱、蒜头往来入去，这真正是有够香的啦！划一刀，它就开了。虾啊用刀啊回一个，壳掰开了后，随看到真软的肉质，放入去鼎来料理一下，尾啊3瓜起司加烧了后，互人嘴软擦擦顶的起司虾啊，就会当出菜啊！这海产拢是为家人喜欢来的，今仔到春节海产的介绍拢会起，其中白抢1斤的介绍，佫有可能会起到1000块。为着替民众省钱，家人喜欢杀优惠的介绍出来。只要来我们门市消费1000块以产品以后，就可以加购价一条白鲳500块钱。那白抢加瓜钱买乌鱼子一包共款500块，春节要到啊，喜欢杀好康的出来，要互民众过一个好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过来看到规台湾头一个镇公所发年底慰问金，这是花莲的凤林镇西瓜。去年因为天灾影响，引起到农产品收成无讲真好，做田人也有做事人收入变少。凤林镇的镇公所真拍手宣布，要发给每一个人，拢总有1万外在地乡亲，无论大细汉，一个人2000块年底慰问金，互大家会当有钱，会当过一个好年。嘛，希望借这个机会刺激在地景气，也有消费。林长甲手头的通知单随场发到镇民，年尾5要到，花莲县凤林镇公所真大方咧宣布讲，过年要送红包给镇民，大家人拢有2000块的慰问金。每一个人呢，就是2000块，不管你是0岁到几岁，只要户籍呢，在108年6月30号以前呢，有在我们凤林的呢，我们都有给他发放。
因为去年镇上的西瓜甲土豆，这个重要农作物受到天灾的霜冻欠收，地带甲农民甲工人的收入拢减少去，嘛来连带地方的景气。所以，这个镇公所就决定要为中区本所卫生掩埋场的收益，甲拨2000多万出来给镇民，通互民众较好过年。这届过年，恁会使加领2000块，恁知无？有报，安尼欢喜讲过年加红包。凤林镇公所伫过去的2年有公告真侪项社会福利政策的补贴，这拢是用掩埋场赚的钱，会使讲是全县13个乡镇福利上好的。镇长嘛鼓励镇民尽量来镇上消费，安尼才会较加压。大家拢来买年货，通刺激地方的景气。记者综合报道。还有3天，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三藏。什么？听说三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放轻松，我一点都不紧张，他一定会来的，一定。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喜不喜欢叶罗莎？我什么时候否认我喜欢她？幸福本来就不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要靠你的双手去争取才能断掉。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表达我的心意？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知道，你就是这么值得被珍惜。我要追求你。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掰歌掰太歪，让焦哥向纪晓君致歉喽。依然的笑容，依然的泪水，依然的日子，一样的心手笔。我只能说委屈你了，唱一些偶玩歌曲，什么欧仔鸡啊、洗手咪啊。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高额奖金送给你。网红超狂见面会，感谢粉丝热烈回响，即将进入尾声，剧情高潮迭起，火力就搞屁鬼。我们去报台吃早餐。警长呢？拿起来。不可以！执行长跟安在办公室里面睡觉，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执行长跟安在办公室里一起睡觉。敬请锁定《网红的疯狂世界》，595 Bobby， 让你过好年。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用管子将湿的卫生纸球吹出之后，需粘在米老鼠的耳朵上。好，接一点给你。有注意到弹道，你不要，你不要，爹呀，卖肾啊！他就是这样的意思，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感谢福尔6合1冠名播出。台式红白给你超梦幻卡司，超级有效，高尔宣、OZ、苦谷、白安、郭书瑶、周兴哲、八山腰、911、Ivan 艾文、李千娜、AB6、超级天王天后艾怡良、萧煌奇、俊邓紫棋、杨丞琳、杨乃文、任贤齐、谢金燕、苏慧伦、500元 China Blue、Exide 放浪兄弟都在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
油！好！还有3天，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三藏。什么？听说三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放轻松，我一点都不紧张，他一定会来的，一定。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喜不喜欢叶罗莎？我什么时候否认我喜欢她？幸福本来就不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要靠你的双手去争取才能断流。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表达我的心意？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知道，你就是这么值得被珍惜。我要追求你。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掰歌掰太歪，让焦哥向纪晓君致歉喽。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泪水，一样的日子，一样的心手臂。我只能说委屈你了，唱一些偶玩歌曲，什么欧仔鸡啊、洗手咪啊。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网红超狂见面会，感谢粉丝热烈回响，即将进入尾声，剧情高潮迭起，火力就嘎屁鬼。我们去报台吃早餐。警长呢？起来吧。我不可以！执行长跟安在办公室里面睡觉，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执行长跟安在办公室里一起睡觉。敬请锁定网红的疯狂世界，无球无波比，让你过好年。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用管子将湿的卫生纸球吹出之后，须粘在米老鼠的耳朵上。好，给你，给你。有注意到弹道，你不要，你不要。爹呀，卖剩啊！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2020年布鲁塞尔汽车展览上场。今年大家拢特别注意到省能源，也有环保的意识。车厢嘛主要3个车型，无论是油电混合车，或者是纯加油的电动车，拢希望会当有拼到好成绩。新闻上尾朝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
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